昨天大概下午5点的时候，对。哦，是，你是想要买怎么样的机型iPhone 13 Pro Max 这样。那 iPhone 13有什么特色会让你想要买？哦，因为我每一代都会换，所以对。每一代都会，所以对去年也是有来排队吗？也是第一个这样。也是第一个。对。哪一个颜色的？天风蓝，对，128G 的，对。请问一下，这次 iPhone 13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它是120Hz 的啊，然后它的影片摄影跟相机的画质是吸引我的点。那会选择来拍中华电信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还有送 AirPods 啊，所以就来拍中华电信啊。可能会选天风蓝，然后是512的 Pro。那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？然后什么的，我记忆体256不够啊，所以就选512啊。5、4、3、2、1，耶 ！iPhone 13在远传吉利威秀门市正式开卖，谢谢。辛苦了。今年 iPhone 13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它相机有升级，然后也有微距摄影，然后整个电池容量有续增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今年的有个特别的方案，就是希望年年来换 iPhone 的新机的客户呢，有一个就爱年年换，就是其实你只要办这个方案，第一年我们就让现折2000块，好，那第2年你再拿原本的 iPhone 13来换明年的 iPhone 14，可以再省2万。其实这个方案对喜欢年年换 iPhone 的客人其实是蛮优惠的。